了解。我知影，这面顶较贵物件，我看无咧，伊内面有物件，我可以去直接去遐看，看无我就变。但是因为去夹着啊，你那就讲这我代志咧，佮看无我爱看。新手艺虽然是上选，但是咱借上能力。你逐到工厂做随地做工，本来出事的，咱的模式不遐悬。所以咱还是爱借这慢慢啊讲修，带咱进入顿悟嘛。咱你看着所谓停电就按这两本。咱这两本，因为伊一本是，迄个立金光影是红岩期的法啦，红岩期的法已经2560年啊。所以咱即摆是科技的时代，你看较有合，无讲做合，但是修得高楼化、反得科技化的过程内底，我们还是要照佛陀过去修的心法来修。但是，迄个人讲大德普传啊，但是暗着现量啊。你若无经济足好诶，咱听无经听袂落啊。你学着做人，你嘛学着落啊。开是袂使无听。对啊。毋是几工啊，因为你会当消迄个嘛，伊2日几工啊，做多几工啊。还佫有较别经啊，但是你若看着伊较了解了，你行了后规模结晶，像迄规模结晶你有捌看？规模结晶我拢看无啥，因为伊迄就是菩萨对菩萨咧斗相法，迄更深啦。对啊，我讲哦，金刚经嘛是深。对啊，所以咱要。要讲金刚经甲这本较容易接受。你这本经你阁拢无讲，咱一贯着。咱即阵是儒家英文啦，咱以咱前人来讲，伊爱咱研究史书啦。因为史书咱也讲要真正道传九州、道传神州啦，是爱史书啦。研究金刚经的人较少啦。但是你讲史书，因会当甲咱会信任咱啦。就是你来传史书，因为即阵孔子的生活伫大陆嘛做好啊，伊习近平迄个总理了，伊会对这史书研究。咱就是去读教读书绝对足好诶。所以但是咱研究这经典，咱这个老师有在甲咱师尊嘛在甲咱讲，不离经典，精益其精气。是咱研究经典，就是要精益咱诶精气。咱诶精气吼，来自于皈依世堆积来，根气类思修来的。你像你对六祖大经有兴趣，你对世绝对甲六祖。无在那对一世吼，一分二分三顺五分，所情情有了结婚，即种就是已经你伫遐就有修来啊，你经你甲对即本有迄啊，真诶。因为古人吼，对世所修诶无共款，所以讲，你会当诶，所以讲你若无有道啦，所有经典你可能拢看啊，你若有道，有当时啊你会较开。做大经，有当时你会较开金刚经，有当时你会开书，迄个牵连着你过去所前来对这个意义无共款。但这是你对世就来就是我较介意是佛教的，反正你不然世以前拢是袂相啊，无一定啊。就咱读册共款。你接受着迄个佛教的，就你看者。心中与你的发心研究，所以你即世当时爱对佛教的经典较有兴趣。无这上单较好，我会知影咱一贯着较研究儒教，咱应该嘛儒教，你讲讲找一本儒教的啥物经？哇，即阵中庸来咱爱有啊，有咧，有无来？这个拜咱的公。道德经啊，道德经它也是心法。因为咱即阵伫迄个王定的时遐，即个已经书拢有读了啊，莫读中庸甲民主啦。大学真介伫生活所读啦。
啊轮椅我迄阵嘛伫新华所读过啊，啊明年要读道德经啦。我迄阵读中央读2年啊，中央嘛无好读啦，大学到中央理啦，哈。轮椅啦，迄个沈德和老师来咧教。下晡2点到4点。老师做无简单啊！其实哦，怎样做？经典是生活。我讲的就好啊。哦，经典就是要咱生活用的，啊无你读这2000多年的经典要创啥？就是要咱修。对啊，就是你即阵爱用的对啊，爱家己做的智慧转为咱家己的智慧来改变咱家己啊。啊无你学经典要创？伊无迄个人嘛，无通来，伊的道理就强。我看人讲伊个万事归，迄个一本上万事万事万事变。所以他说同样一个理念，叫咱讲五教同源，阮就一个宗教，五教同源，拢是会研究即个意思。哦，啊，可能会解模，佫有啥物性解形情的即个过程，可能会体会。对啊，啊像你会当体会到这深吼，你会较入来，较入来甲阮准备的，互阮会当体会较深的。迄肢体语言啊，讲到这种，你安尼去接嘞，少来嘞，慢慢做。结合处理最多用伊个，无法讲讲毋敢听，你一定要讲我想袂记，嘛是记伫遐带啥讲哦。我不就袂带。你嘛只要会带袂来，像阮讲的，这8工大只啊。赵老师啊，赵老师是8工，人伊是苦读，认真咧读。啊，咱是认真咧困。无啊，伊这算历史老师吼，对即种研究专业的研究。你大人咱无要顾你讲书咧，大人要做，你讲，什么？大人要做啥？伊迄阵离生教育咧学安尼。新台读新台离生教育。伊即摆是捌上济，你知无？赵老师，现在赵老师捌上济，伊即摆上台咯，就甲伊捌的拢讲到尾啊，互大家听上听到上济啊，所以。赵老师，你今日就是我爱讲，所以无摕课本啦。你无课本，我摕来招你。参贵了，做地贵些。赵老师出不起，咱若我都我就千疮百孔。那咱要做必要。对，好你啊。哎，在我多忏悔，我看到感觉真忏悔。讲了第8。所谓的哈，各位院里的今天昨天哈，今年大家安怎？我们各位今年各就规个咱吼，还有这个多年的机会，因为吼，讲到这个要研究来做环境吼，感觉真惨烈。这个因为吼，是有件事咱袂当讲彻底了解吼，因为你这个对研究可能会去想着一寡。就讲，哎，学校吼来，惊咱国民今年来生吼，做迄个探讨的吼，可能学校国民嘛，袂一定拢专业的吼，所以讲吼要讲100%拢标来要求学校吼，学校感觉很受不起，因为若100%讲拢标安尼，就一定到性质的境界，学校吼忏悔的感觉因个，因为咱想烦恼个。所以佫继续是吼，你嘛想要来探讨的吼，啊，佫
拄安尼听，人叫单拄安尼听拄边安尼帮忙，甚至互咱了解安尼有搁进一层的了解了感恩的即摆要来探讨的就是讲，有一寡想到的代志咱头拄听着讲即个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又是山，见水见山是山，见水是水是安尼想讲咱像一般的凡夫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咱是达到这个言理因为这个思考有思考境界就比较高了然后能够经过人生中一些历练可能会遭受到一些挫折我无爱者我无爱较圆较圆了，较圆满了看代志较圆融了圆融还是达到那个合乎真理的真理的那种境界所以讲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咱当然在讲的是讲见山是山，见水是水。你看的资料是讲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又呢又是那就一种回复到有一种能量回复到真相咱一般看到迄个现象界山水即马进入抽象境界探讨它背后隐藏很多学问山水很多学问仁则要山，智则要水山可以有矿产，水中还有很多生物然后到了最后一个境界，又是山又是水，又是山又是水心境能够跟宇宙、大自然万物万事融为一体达到融为一体的境界就稳了咱像讲易经里讲，大人者以天地夫，何其得也？日月何其明？四时何其序？甲顺贵春夏秋冬何其时序与鬼神何其吉祥无简单的鬼神合其见中无简单。即摆来讲有这个风人咧就搞你讲的风有18种的。咱若想讲万物甲所寻其实因为咱资料可能是袂介完整无遐简单要全部拢18种拢找出来除非去找迄个什么佛光大辞典专门佛学大辞典安尼各种的经典有讲入空的现在讲做迄个资料库啦做迄个搜寻伊相关的部分拢会甲你列出来出自哪一本经典拢有资料安尼一块安尼做好研究的这题目都大的呢因为咱咧讲迄个心经有讲着空的咱若咧看即个经典有讲着空的所以讲咧探讨即个空一般有讲着即个看是毋是空间上的毋过另外一种绝对毋是讲即个空间上的，毋是即个世间内即个形形色色这点毋对。应该是咧讲咱的自信空若要讲咱的自信，因为得可得非相得过咱的言语讲出来都毋是迄个得的真实相的所以迄是一种表达，是一种工具所以讲这自信讲着迄个自信咱人英语讲做 purity purity 的，我较解说讲做清净
其实你也查英语啊，那个纯粹哦 ，purity 纯粹的吼，清净的啊，这个讲咱的自性吼，来，各段经讲何其自性本自文啊，事本一定的吼，何其自性本自不足的吼。何其自性本自清净的吼，本自清净的吼，何其自性本自本无动摇哟，本不行的本不生灭。请问虚空有没有生灭？这个火号我要不能研究，虚空有没有生灭？虚空哦，老师，宇宙有没有生命？有宇宙，有宇宙有生命吗？这是要稳准的吗？虚空性，老师，请问虚空的含义是什么？一般吼，那探究的讲啊，咱这个物体存在之外的都算虚空的。物体存在位置之外的都算虚空。那一般虚空，宇宙是在虚空中。宇宙跟虚空有时候很容易搞混在一起。真的啊，那宇宙就是在虚空的里面。其实啊，鱼是有的，鱼是虚空的，鱼是虚空的，做才是时间的。现在网络上可以找到那个影片呢，时间也是虚妄的呢，时间也是虚妄的。时间和时间是空间啊，宇宙的空间，还有做是时间。是啊。咱但是安尼讲哈，这个讲，伊咧讲啊叫古往今来，古往今来吼。咱咧有性是讲做啥？不来不去的呢，超越古往今来。不生不灭，本不生灭呢，超越时空呢，超越时空呢，超越时间空间，超越宇宙，宇宙有生灭啊，我在说超越宇宙，超越生命，不是本不生灭。不讲咱流浪达万多年啊，达万多年是对对来。针对一次的轮回来讲啊，第一次为轮回，不是刚刚这个不是刚刚这个宴会呢可能很多宴会呢，1元12会34，那么需要我们得讲讲对，1元12会还是12印？1万0800元啊。30印了。一次12印啊。一次12印。所以讲一元129600工的呢，一回名，咱一回名才28000工，18000是18000。一回就10800，1元复始，万象更新，1元人长1万8600年。这么久了，600多工是因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未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交替啊，那讲的这600多工年为着这边准备咧闹化淫秽生人，淫秽生人的对了，只会开天，丑会辟地有开天的辟地呢，淫秽生人啊，寅卯辰巳午未这样是咱无味高铁尔吗？你变咱算10800乘以寅卯辰巳午未，你讲午未，有差5岁尔。取整数
1080乘以58，所以45度哈。我当可能是安尼算的，因为对伊是安尼算，但是你也要去算到较真的是啊无600。因为生人开始什么寅卯辰巳午，他现在说五位交替啊。我们先只在5位交会呢。嘿啦，毋是敢若有尔啊，5位交替的时阵啊，但是已经是要50岁啊，那5万4千几年呢？五位交替的。迄个45度是6万。伊讲6万多年呢。会要加上去一部分呢。对啊。我们之前也是刚刚申报那个5位的嘛，现在会也要加一些基金。6万8的45度，何其自信，本自具足本不生变，本自清净。本不生变，本无动摇，本无啊，本无动。无啦。前贤们，咱的写法是拢用这个还是用这个？是。那干嘛多一点看？那个左边啊，你写左边啊。左边啊。有了，那可以。那这4本一能呢？何其自性灵性万观呢？我听到前阵子就比喻讲，自性安怎灵性万观？跟两字，咱有听着啦自性能生万法，这咱若做大经有诶那何其就是一种哇惊叹的原来这是一种开悟以后一种欢喜，充满了那讲出来的话。原来自性本自无咎，自性本体是本分主清净自性本不生变的都是不带独立而不改是天地之母万物之根宇宙天的万事万物的本源都是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万物之源，万化之祖，万类之源咱咧讲可能讲上紧听袂清楚，都是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万化之祖，万类之源，万物之奥妙的奥，这个是奥义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品慧之根底你品错是个品类因果感什么类品类之根底日本的根安底嘛是咧讲根根底道呢，要看道的话较尊贵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法则自然发现的。大法自然的，袂拢讲咱你爱好法自然，毋过互咱咧读册老师甲解说讲这个，好前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这个法拢是效法没有错。毋过最后那个道法自然那个法，讲袂使干脆做效法呢。道甲自然应该是有关系的关键它也是效法所以咱解释做原则啦，讲道的原则就是自然道的原则就是自然。法嘛是咧讲一种原则法则毋是干那动词效法尔所以无共款的人，理论无共款讲到这个理论这先讲尔无，较先来好袂记。
前贤们对这个甲国安经来点点点的受到江南书安尼安尼讲迄个书本里面因为若做有所领悟了因为无做甲传啦，是讲经讲到应无所住而心其心天下大悟，当下大悟迄种的境界无简单所以咱讲即个书本里面的即个智慧的语言的华语的请问它是解物还是正物？还是这个要求的很高。咱读大经的时阵有一般拢会听着做少年的阵拢会去测查摕去客栈安尼卖当得着一寡钱维持生活我有一间送去客栈出来了，可能是摕着钱了出来我听着人咧念金刚经的其实是甘蒙啦甘蒙了，咱知影讲是金刚经的听着金刚经讲伊所开悟，其实迄种的开悟应该是简单后来要搁请问迄个医师啦咱知影讲是咧念金刚经的三间教的就知影讲有名书哩王太湖北王怀东禅师王怀做书记迄个分大遐济人安尼大名书的就是还是讲要求我心足切的所以我今要转去是老母，迄种过程中爱真个好个呢，有无当然呢袂讲安尼，无要顾老母安尼顾人要求讲头前伊咧弄头前一条大桥头我若滴水看着两边无头前要去准你去啥物出你阵毋是讲出家是讲你去晚风离家晚风安尼去找名书。咱讲竟然讲石破天惊就是遐人咧讲竟然咧桥头一开了安尼人有会知影这天意袂使阻止人去求名书学道了这咱咧找咱上有讲着，咱有机会去看着，可能会知咱有书面的所以安尼是讲着做解悟到证悟安尼之间迄个有求名书之见又去访名书讲好听30几日规个月光当去到湖北长江北岸里安尼行去七公里的我早人要过暝要安怎过？要去地大要过暝前去访名书嘛，去求考官所以讲名师指点讲有这传这个金刚经会说金刚经金刚是自信的金刚经就是咧帮你开悟的嘛当讲着这事问一点，迄个时阵到底是证悟吗？还是要才算开悟？还是算要才开悟？因为咱袂当讲安尼用咱即世人咧代志来论咱知影若做是迄个地藏宝本来转世，地藏宝本咧就经拢修足久修足久你袂使讲敢若了解尔修足久就是有所行有所行安尼咱头拄仔咧讲的迄个啥物见山又是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作是讲在闻所成慧，作是讲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作是迄三种境界最初的境界见山是山对吧？进入到思所成慧境界，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到修所成慧达到圆融见山又是山，见水又是水。有经过大众性咱的身份自觉甲平圆满咱会当身份
读册所了解的是讲，这形圆满，不是这性圆满。因为角是咧讲咱自角，形是咧讲角他，咱讲角形，这有行动的呢，不是品性的性呢，不是咧讲品性的性，是咧讲觉他的吼。所以讲一般咧念讲是觉行圆满，不是读品性的性，觉性圆满吼，要好是教育所知的是吼，因为包括自觉、觉他迄个行为行动啊，讲那个觉他要度众生的要度众生啊，做37担的道场呢，度众不为还。所以六个人有经过这类人队15年的呢，类人队15年里面到底有什么关键呢？在类人队中领15年，到底有什么关键？因为可能是算这，伊嘛是要度众生的呢，类人队15当然是要度众生的跟天地大自然修成融合为一这个境界嘛是咧提升不是刚刚人跟人所以这个都是有帮助达到正悟的达到所谓佛经咧讲情理无情，同源种智有情跟无情要达到圆满的因为这种开水讲同源种智开水同源种智情理无情，同源种智这好那个二，现在人哪会立法师咧讲要该水的。有强调讲，不是无情的会成佛，不是无情的会成佛啊。也许讲咱达到那个成佛的境界跟外在一切境界圆满和谐，一个变开因为我真正捌看到人咧到修写文章，竟然写着讲无情的草木会成佛，听了就看了就感觉艰苦的，自然它会很痛苦的。这就是表示讲，今咱所了解无共款的。看到一摆迄文章那是讲不合乎那个义理的自然就感觉袂快乐。我知道，我有感受。真正有机会听到慧理老师咧讲讲情理无情，同源种智。伊讲了才清楚讲，无情的不能成佛，因为要成佛要般若智慧空慧领悟空性跟智慧无情的能够思考吗？能够产生般若空慧吗？无情木头石头木头草木，能够有般若空慧吗？无法懂般若为诸佛之母嘛般若妙智慧的是成佛的成佛的根本伊嘛讲爱转世成智看是要平等性智大圆净智还有成熟作智。那或许还漏掉哪一个字转世成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妙观察智漏掉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熟作智、大圆净智抛经罗系的专了这成熟作智第6是专这妙观察智第7是专这平等性智第8是专做大圆净智大圆净呢大圆净咱做到咱主攻的一件那嘛是一种形容到底是要用行来形容，还是要用虚空来形容？
虚空说要没有障碍呢？虚空的特性说是没有障碍呢。镜子有没有障碍？障碍是在人的心呐，那个本质障碍是在人的心。差别是说，虚空的境界更高了虚无一物空无一物界还有一个台还有一个那个水泥的还有玻璃的还有形象的虚空的没有形象虚空也不等于真空是用虚空来让我们了解而已界相明理所以你嘛好啊个心内还有问题就是这个空，还有这个悟了怎么达到正悟了这文思修文思较小的这个地步了修修达到圆满自觉他觉醒圆满来让达到正悟那地藏菩萨讲这地狱不空，是故成佛了地狱不空，是故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地藏菩萨讲地狱不空，是不生不了众生度尽方正菩提的他那个正是正悟了咱看经册了，伊所了悟的该换所以咱看讲什么，人倒伫咧客栈遐听人咧技术咧讲金刚经就有所开悟，迄个时阵可能是算开悟啦后来找着名师名师五祖佫甲讲金刚经讲应无所住的生其心有所当下有所领悟迄境界愈来愈深安尼才平静才平静因为爱个有咧拿着几15天的苦修后来出来度众方法度众37天的所以讲你达到自度度人自度度他圆满所以咱会当达到讲的静境界只要有时日呢还有时间空间环境天地人配合呢要达到迄个正悟的境界，所以互咱加上去然后我们这个解悟的解悟的即摆咱来看这个心经的讲空咱来有机会来复习这个心经心经来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过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空中没有色吗？空中没有色吗？不是那个空中没有色空性呢？空性中没有色，空中无色，不是讲这个大气层那个天空中无色，是空性中无色不是跟它无色了呢，那是五蕴呢，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呢五蕴呢依照写伊的因唐朝迄阵毋是要搁较早，唐朝进前的什么魏晋南北朝迄个写因因可能是写这做迄个因因为这毋知讲了毋对，看到毋对咧写注记，因为读这因即摆后来咱变成迄个蕴藏的因。五蕴听人听讲五蕴是听五蕴的五蕴是色受
想形式，是啊，这摄取的这它形象的啊，伊爱啊个角度讲那个标这个受想行识，它上面跟心啊心法有关的讲到这个什么心法、色法迄个都叫唯识学搞迄深的迄个学问唯识学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唯识。反正唯识这两字该学的都可以用。无唯识是啥？唯识是什么？唯识两字是要哪解释？看到有人写呢，唯有是，那太可能唯有是了。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按这里唯是要解释啥？当然还有伦理啊，这里讲的唯是讲的是啊，唯的讲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其实心意识就是啥？一般是我这样怎么样写？无简单一几事安尼。因为这看法就无共款的，我直接不是直接讲，是就讲这个由咧讲。讲了人都有看法无共款的876，心意识呢，无简单奇怪啊，第6式的叫做意识安尼。哎呀，第6式不是叫意识吗？怎么会是7呢？第6式是谁生的？6是谁生的？6是7世生的。因第7世才是根所以第7世末那世叫做意根意根要有因的呢第6世是意识不对啊。第6世是意识第7世是意根第7世叫莫那世了第7世叫莫那世莫那的跟印度文化有关系了心意识，因为你不要那摆心是心王统治者国王国王要放大的嘛8世里面哪一个最大？第8世谁所以心爱更得被狭义识那个意跟识这两个容易搞混即马讲到这个叫做识的就是啥？眼耳鼻舌身意识见闻觉知那个剩6根那6根用完了，那介于这个8跟6世之间的，那就是第7世了一根它有先有根然后才有生出其他的所以那摆心意识是摆第8世、第7世、第6世这个也是参考佛教的那个法师弘法讲的呢这真正会搞混这唔捌听过，真正会搞混新意识你讲87意它是那种意识，但是就是讲惊搞混的，所以你讲意莫那识伊作用来源的执着，就像我这心所谓境界，伊是强调一个执着，只有我，只有我，事是分别，两项拢是意识。但是为了解搞混，那个分别莫那识。你讲出来，这事是心你跟着来前5世对6
了迄个艺术的各种武士，伊作用是大同小异，作用无同，但是拢相像，伊能力拢是相当啊，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拢艺术的。哦，这些对咱差不多都有，对咱写同一批都有。大圣佛法，较别大师啊，小圣法，这新艺术拢是用这意念，因为咱言而必得生意啊，光有意啊，意根啊。有啦，法师在跟我讲早期讲的都没有讲到第6世，后来大圣经典才又有第7世、第8世，什么第9世阿摩罗世那阿摩罗是啥位？以前听过是讲这台湾听发达啦、巴勒啦、温石榴，不过最近去听一个刘松老师伊讲，那是芒果咧，发达芒果，拢有人在讲早期咧听咧讲，大多数讲咧讲也是巴勒，巴勒是温石榴，温石榴，阿摩罗果第9世清净寺阿摩罗果，阿摩罗这个印度话的地方，清净寺，是安那？那要安怎讲？其实是转那个名啊，或转那个体啦做除三害他在除三害之前，他是坏蛋三害之一除了三害以后，英雄人物呢他是不是也是周楚那个人呢？一战还有大坏蛋三害之一除了对，除了三害以后，对，他第二改过自新了那成为大英雄也是周楚那个人但转其言不转其体转你的名不转你的体所以讲什么阿赖耶识什么一个清净寺那名无共款体共款软件不同即摆过来探讨讲无色受想行识空性中没有五蕴，没有色受想行识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无眼界乃至于无意识界，无名亦无名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界，无苦集灭道无之一。等等等这么多有机会咱吹出来吹看，他们所在咧讲空间呢？咱咧讲空间咧，可能就是无啦，没有。咱咧讲自性呢，你咧形容自性那种虚空无障碍、清净无量这有机会可能要去做一个讨论分辨一下，哪一个时候是在讲那个 space 空间的，哪一个地方是在讲 purity 清净纯粹的这个好分的，咱今天去看下无咱就讲，一般拢认为讲空就是无啦，人法师是讲是有的突破啦，是从有把它突破超越的。安尼差足济呢。咱若讲无一切拢无啦，一切拢无，安尼就唔免希望，那就变作消极了那是有的把它突破，以后还要更超越安尼非常的积极还要不断的努力还会更上一层楼好，先分享到这里有啲最还是讲要唔对所在请咱前面主笔小只要咱建立主笔的这个激情到位，谢谢。照咱主笔咧讲啦当然咱参考咱会当当然咱会当做
就段落啦，会当叫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其实是讲伫讲训来讲起来，较有极限的。你像较拄好是有咧讲，大家爱准备资料。但是准备资料，无甲伊讲恁爱准备啥。所以讲就是讲，咱到时嘛会当甲咱对看伫这个谈经某一个段落，你的心得还是讲迄股的意思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没有限定。因为咱谈经讲的，伫咱爱上来讲，应该嘛一定有几摆因为前届旧年就是学甲从一直要叫大家替分享，袂有压力，嘛无歹所以讲变成讲一直无法度达到迄个做路那种无尾无谈经，用你讲安尼学金刚经。学金刚经来讲呢，当然这有当时是每个人的心境会不一样。这牵涉起来就是讲真快来，毋捌的是爱学，毋是讲咱听无爽无参加，安尼是毋是以后就等于是零嘛？当然就是讲，这个谈经还是讲药子谈经来讲，金刚经还是谈经来讲当然就讲大家在学习，要安怎互大家有法度潜而易用，这足重要。我讲的意思是讲今仔日大家伫遮咧学习，要安怎互大家会当讲无论深甲浅有法度互大家会当去了解伊的意义，咱走会出来。较事实来讲，今仔日学习的心境拢足怪，但是有体悟未到迄个程度的，当然伊会较食力啦。当然有法度人深入浅出。引导，或许现在去桃园教大家学这个谈经，无法度讲清就可以啦。只有是讲大概甲伊内底伊的迄个意思，教大家做一个比较较浅的迄个啥呢？迄个学习。因为讲起来讲，讲经不离性，拍字不离点嘛。较多咱咧讲的这个谈经的，其实伊伫咱顿悟法门来讲，顿悟自心嘛。顿悟伊就是达到见性，伊的宗旨要见性，但是你要咧明心，就是较倒讲禅定啊。你还未明心，你为着要互伊会当达到明心。你照着禅定呢，毋是一定爱禅定做禅，敢是爱坐禅。你都已经明心见性了，才爱坐禅。嘛是会使安尼讲静就是静虑嘛，沉淀静虑就是禅定嘛。如果刚才在讲解题安尼就是对啦。因为静虑，你要随时你有啥物甲咱讲咱的行住坐卧皆是禅。就是咱毋是咧行住坐卧拢是禅，毋是讲甲咱是就其中拢是伫遐坐禅，甲咱静虑。因为主要来讲，你要得到这个顿悟法门，因为你毋是祖师大帝你无法度当下记录。所以讲咧，就是讲没办法当下记录，比一个例来讲较多好势来讲。要来听金刚经谈经的人，大家自信拢是平等，但是每个人的理路那也无共款，这就是因缘上的不同。但是有遮尔一个层面来讲，就是讲，这个人我是要安怎甲引导？毋则有因为法本来无三圣嘛，是因为人有理论嘛。所以咱用下圣法，互大家人了解，看会当进入中圣了，然后会进入上圣、上圣，互伊达到见性。
但是呢，你也用禅定坐禅啦、上经啦、礼佛啦，这只不过就是要互伊达到明心见性的一个，讲一句较的一个方法。你袂当甲放弃啦。你讲我袂当明心见性，安尼我就免甲你讲，我咪免甲你引导啊。但是佛毋是安尼啊，佛就是慈悲的，就是讲要安怎，我就逐个听无咧，安尼要放弃吗？放弃就是佛嘛无慈悲安尼。哦，所以毋才会有三圣法门。哦，啊内好无要紧，我先互恁禅定，我先互恁去上经。当然来讲起来啦，吼，就是讲我会互恁上经，我会互恁禅定。第一，有可能我嘛无顿悟法门啦，我捌的嘛是这，所以我就安尼甲恁引导啦。但是我若有顿悟法门，毋过是逐个人的境界还袂到遐，我真要互你随顿悟，无可能嘛。所以我先互你禅定，因头拄仔你话主禅个人要静欲啦，啊你欲的涵盖足大，有看甲无看，哦，其实拢是咧练心啦。有看无看，你起心动念嘛。哦啊，所以讲修行学道要顿悟，顿悟自心，伫迄个当下内底会当真正哦去建筑本性，哦会当建筑本性，会当啥物？哦，所以讲咧，伫遮拢照着伊的种种啦，都他拄仔咧讲的讲禅定，啥物是禅定？你坐伫遐是禅定吗？啊，若无坐伫遐无禅定，那安尼好像就不对。啊，你若已经达到明心的，为什么你要禅定？打坐敢有禅定？伊无禅定，伊见我做的见性啊，伊也袂见我做伊的见性啊。伊伫客栈的内底听到，哦，一闻经，伊即时开悟啊。安尼才能够禅定，才能够去上经。所以伊伫禅经内底，伊一直要甲咱引导咱世间的人，啊袂了解时候，讲念经会上西方。啊，逐做敢有念经，伊嘛无上经啊。哦，伊敢有禅定，伊嘛无禅定。哦，啊，所以讲呢，其实那个都是方法。哦，没办法，你无办法的办法。哦，啊，唯有就先甲你引导。哦。互你达到某个程度了，所以讲咧临门一脚，你看你禅经内底，哦，拢是临门一脚，做出代志拢体悟到安怎？欠打坐甲点一个尔，欠打坐甲点迄个，为什么有法当下就体会到？是伊一定修持，人讲感觉万法归伊，但是伊归伊对六祖。还未受三界入息，吼，以前伊嘛是见性，但是尾啊太五祖讲叫伊三界入息，不能离言是说金刚经智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是要甲证道啊。已经了解啊嘛，但是毋过爱有做出代志甲证道，当会当彻底。哦，啊无你啊看莲花微笑，伊伫面前晃来晃去，他破颜微笑。其他的人奇怪啊，哦，为什么佛祖讲要讲经，结果伊伫遐莲花微笑？但是莲花微笑的是迦叶尊者以破颜微笑，安尼敢有确定？无有正外言常，敢有确定遐？嘛无确定呢。所以六祖迄个佛祖伊嘛感觉讲无毋对，吼，伫眼前晃动，迦叶尊者以破颜微笑。但是，伊才会跟达讲无有正法，嘛是要证道啊，确定证道。啊，你要得到道，你无有得道的高僧代表，你也别想得到，是安尼。啊，你有顿悟法门的人，你无迄个地位无到遐，你也不要想得到。新秀大师的最好的证明啊，伊敢有得到五祖的心法。因为咱咧讲三宝吼，讲咱较早是先修后定的，无修甲讲完各半的时阵，哦，你是爱大地位，才心应大怀的话，其实甲你讲，你嘛是哑口无言。咱讲真的吼，咱大家讲来求得得名师一致中央会议，对，有啥物作用？我们知道吗？我是不知道，但是安尼，哦，
啊，所以讲咱伫求着得了，按经过洗修讲办法的当中，甲去正道，咱咧学就开始咧正道，啊无我嘛讲大悟，所以话会愈修愈欢喜是安怎？伊愈有看到，毋是有看到啦，较体悟讲，真正吼，这条路吼千真万确。所以讲即届大忏悔班，我是听因为领咧讲。因为吼，因为有经理派安尼嘛吼，派安尼撞出来了后的时阵呢，听伊讲吼，迄个泰国的吼，看到这吼，伊感觉很感动，就想要哭啦，吼，想要哭，但是毋过看看边仔拢无人要哭，所以毋敢哭。啊，泰国伊太，咱讲真诶，伊听拢无咧。规个听有中文的，听无啊。但是为什么伫迄个当中内底，他能够去触动？互你目睭看到，你不一定了解；你听有，你不一定会了解。听无代表你袂了解。哦，啊，所以讲伫即个当中的内容，咱借修行学道啦，吼，当然就是洗修讲办法，嘛是要互咱家己去正道啦。啊无为虾米人会安尼冲安尼拼，人一直拼，他死嘛拼，啊为人还是悠哉悠哉。这每个人的体悟还是有关系的，敢是安尼？即项甲伊讲，你投资落去一定趁大钱的。讲即句卡的较早讲，阮含顶赛嘛卡起个，对无吼？啊，所以讲其实吼，咱会当得得道啦，啊，得得道。其实以一贯道来讲。真的《六祖坛经》应该是咱来去学习的，没有错。因为伊所讲的就是顿悟法门、心性法门，佮包括涵盖另外的文品哦，伊的禅定哦，啊，甲伊上经，为虾米伊一定甲咱纠正？你甲咱纠正啊？因为咱拢想讲，哦，啊，叫人死啊，叫来当西方，啊，伊就是要甲咱纠正这个观念。较爱念经来当西方，较早经典是迄个佛祖做的，啊佛祖是念啥物经成道的？没有啊，有谁跟他诵经？对，迄是后来的人哦，认为讲啊上经，因为安怎讲，伊去看着文字波了，看着迄，咱的坛经内底有写，伊讲因化西方因化啥物文啊？伊内底记录嘛。哦，啊，伊家己悟者讲啊，安尼上经会当去到西方，伊的10万八千里就是咧讲咱12八，咱的十善八，会八邪嘛。啊，你若法当拄着，你有法当拄着16变10善，八邪比八善的话呢，八德的话呢，你就可以成就。爱个上经，啊，10万八千里对，本在10万八千里代志，现在眼前。啊，伊就是咧讲咱的心嘛，你有法度就真难达到。所以讲，即种的物件，变成咱有心咧学习，咱就是最真正的。啊嘛，借你安尼能体悟啦。啊，无拢以外在来讲，真的还是体会不到。啊，佮到最后伊嘛是茫然。所以讲有影，一切道场上的还是很接近。因为我所留下来的他的心性法门，唯有在那个当中，我们才能够去体会。啊，因为《金刚经》来讲，伊扫相，伊什么扫相？因为咱就是修这相。啊，因为是相，不如相。无扫相，你那个又会很呈现。啊，怎么扫相？啊，什么是相？心念也是相，看不到你主走的是相。嘛袂使主导，伊袂使讲有甲无嘛，无对待啊，哦，你若恶意对待，那就是错了。啊，你无恶意对待，到最后的，你讲吼，咱爱伊无善无恶，你敢袂使有善，嘛袂使善的心嘛？因为宇宙清净嘛，自性宇宙清净，依靠善甲恶，善甲恶是因为你要启发人，哦，甲人教讲有一个善，有一个恶，恶毋好，咱爱。
啊行前来怎会做对，啊到有对，嘛无对，啊无对，啊拢阮做毋着拢加做诶，嘛毋是安尼嘛，对无？迄是针对讲吼，要引导兄弟姐妹，啊到尾啊，你成就之后，你的心中要真的能达到实上无上无有，就是演即个功德嘛，在烧上，就是安尼，啊到最后，你就真的达到一个空相，空相毋是无，空相是有，感谢安尼，或者讲安尼就对啦。恢复到清净，清净其实就是没有，也没有所谓两个清净。好啦，安尼好啦，我们之前理论。好啦，你还是要学。那就听他说了。道义